六千军啊吧。第15课。七组句型。巧微七组第8。动字句过去式。恰七七组动词词组。上课紧着组下课紧着锤。开会冲突组散会冲突锤。询问干支数起挖吉。回答起连碟。欺骗狗狗的东。受骗狗狗的 tip。生气空错狼七八撒。感动心居 tip。失望落潘茄。做梦咪lâm东。肚子饿吹口 dog。口渴卡工。疲倦累汤切咖喱 cock。害羞我差茄。睡着逆 cook。睡醒逆岁逆丧。迟到节律 tip。请假拱巴熊。浪费戳辣东。喜新厌旧阿瑟的茄。偏袒秋日茄。误解口 no tip。感冒枪巴夹。生病拿差 poke。咳嗽漏夹。打喷嚏哈气夹。打针吸夹。吃药免啥。开刀下锯茄。治疗免锯茄。问候参知熟。打扰麻烦突须熟。准备扯季茄。破坏多了系东。动心森巴修了。出错扭曲修了。迷路 lam no tip。迷信蒙对茄。失火没修了。失言卡修了。哭泣无修了。坏掉
捐修了，获得，念，熏习，串习，孔，安放，jok，shak，种下，dep，dup。第八段被 Nancy 表过去式的副词。腿 up 时间。刚才，刚刚。Tagin 昨天。卡桑前天。肯宁本来。马西上星期，上礼拜。短唱会吗？去年。那宁阿罗年初。龙沟过去往昔。会吗？一开始。唐波内托马内最初。托马前世前生。这会吗？给我会吗？从前从前。会吗会吗？古代。那阿么无始以来。托马没把你。第八过去式。已经。把瘾把人。玩过。吃了行。了送穷。原来。shak 曾经。牛不曾。马牛还没尚未。特东开始马切从没从未。在我内开始马切。别的句例句。动词词组加上时间副词。恰次切促体内推出 Nancy。下课了。紧着吹送。肚子饿了。吹口豆送。感冒了吗？枪巴夹送耶。疲倦了吗？汤切送耶。失言了。卡修了送。打扰了。突心虚送。主词加动词词组加时间副词。早起体内恰起切促体内推出 Nancy。太阳升起了。你妈心儿穷。花朵绽放了。
美豆鞋穷。学生迟到了。录出节律 tape song。旅客迷路了。准备làm nô tape song。人民失望了。迷茫落潘松。小孩哭泣了。出姑母羞怂。房子失火了。康巴梅羞怂。机器坏掉了。去库罗根羞怂。医生打针了。面被吸夹怂。病人吃药了。你被面塞怂。时间浪费了。腿脆戳了当怂。意义误解了。臀大口诺 tape song。主词加间接受词加动词词组加时间副词。早起田内车尾鱼，田内车翅七促，田内腿脆嫩刺。仁波切为弟子们加持了。仁波切罗马错了，请了南瓦人。法王为僧众灌顶了。却借查巴错了，汪咕噜南瓦人。医生为病人开刀了。面被内巴拉下倔切怂。学生向学校请假了。录出去录这了公巴许怂。主词加时间加过去式加地点或对象加动词词组。早起田内腿甲田内地巴田内沙车暗鱼田内车翅七促。堪布刚才已经到旅馆休息了。特经堪布准康啦艺术南瓦人。职员昨天已经在公司开会了。卡桑雷介被雷控了冲都错把人。老师前天已经来家里问候了。肯定给给去能了参基许怂。小孩本来已经在床上睡着了。马西出姑年轻了内裤怂。男孩一开始就已经对女孩动心了。唐波内普琼普莫拉森巴修怂。佛教徒最初就已经向三宝皈依。通马的能巴滚球松了夹数松瓦人。主词加时间加过去式加主要动词加受词或地点。早起田内腿甲田内地巴田内车翅做窝田内车尾雷三鱼。诸佛过去曾经实修五道与十地。阮莫拉桑给南给沙就堂南亚念数浪巴人。菩萨们往昔曾经许下誓愿。阮莫拉强sem南给他们家下巴人。
凡夫最初仍未证悟空性。托马内所见南吉东尼塔东多马松。佛教徒前世已经种下善良的种子，切为么能被萨本桑波达巴人。我们此世一开始就已经获得暇满的人身宝。切迪唐波内昂错罗田朱罗基米律仁波切涅琼。众生无始以来就已经串习各种的习气。托马美巴内卓瓦南帕恰那错孔怂。